對於月薪5000蚊，手頭有少許閒錢打工仔投資者嚟講，究竟適唔適合玩現貨黃金投資？大眾普遍都有誤解，以為現貨黃金淨係高資產人士先玩得，入場門檻好高。事實上，喺合規交易體制之下，現貨黃金入場門檻其實好親密，細額資金都可以落場試下交易，但一定要分清門檻低唔等於風險細。決定入場之前，一定要評估自己承受風險嘅能力。玩現貨黃金要守實兩大核心原則：第一，淨係可以用完全唔使蝕嘅閒錢交易。如果每月人工扣晒日常開支同應急儲備之後，剩低可調動嘅錢好少，就唔建議落場。第二，新手單一倉位所用資金唔好超過總本金10%，以一次蝕底都唔影響正常生活做風險控制底線。一心諗住一夜發財，習慣重倉落單又唔設止損，仲未學識基本交易規則就急住開10盤嘅人，唔建議參與。現貨黃金透過槓桿放大資金運用彈性，係風險同回報並存嘅交易產品，唔係純粹投機搏殺嘅工具。身為香港黃金交易所 A 類141號行員，萬針金研為新手投資者提供免費模擬帳戶服務，可以令資金風險環境熟習 MT5 交易系統，學識基礎風險控制技巧。等到建立起成熟交易觀念之後，再衡量自己適唔適合開10盤交易。理財投資最緊要穩健增值。一般散戶玩黃金交易，一定要先建立風控意識，再定收益目標。投資有風險，入場要謹慎。